相见，日头出来呀，满地红。放啊了那过去啊，伊就是个风干，哎呦喂，希望啊，妹啊来。本地是走工会艺情，单位琴咧唱的《书香机》，经过了合作改编做流行歌曲。伫五良唱片发表了后，社会叫出一个民谣歌王的风号。唱片嘛，一块一块拢大着。阿嬷的话，一年换24个头家，啊，搁有唱来到50档后的金曲奖，啊，搁伫咧轰动流传的行行出状元。要来到民谣歌王来合作开讲进前，咱先来听伊的姊妹啊伴，无毋对，名演员向蛙来讲这位伊心肝内永远的大哥，小刘来合作，私底下是虾米款的性质？以前阮伫咧新加坡嘛，阮逐个拢住酒店嘛，啊，伊嘛住酒店，结果伊伫咧酒店拄到迄个比较不好的东西之后，他就觉得他吓到了，伊惊到了，所以伊就感觉讲，伊伫房间无爱家己一个甲天光啦，所以伊就尽量吼，伊的房间较闹热咧，有人甲伊开讲聊天，到热闹了，到天亮，我一概甲姑姑讲，哦，姑姑我足爱困咧。天光啊呢，哦，啊鬼也走啊，啊天也光啊，啊阮会当转去无？哦，好啊，妹妹你转去，要转去，互我比较点呢。近来的事业满满是，人人的心肝拢想趁钱，工业社会大家熬平平，目睭若爬金，就想要趁钱。我的祖公啊，徛长山，过来台湾烧火炭，嘛伫咧英国伫烧碗盘，了后该伫咧卖豆干，豆干毋食爱食豆腐，家己食倒煞伫风请看牛，现在住伫咧市政府，伫做大官办公室。外公出名当机乱撞，撞一个想向半小时，事后该伫咧牵红衣，嘛有伫做迄落布袋戏，顺沙咸伫做西医，透早伫咧卖豆泥，暗时夜市啊伫卖大面，大厅开店咧补喙齿，厝后伫咧饲大猪，饲大猪大趁钱，发达现在伫咧卖番薯。上界骨力是阮外妈，伊伫城内卖鲜渣，嘛有伫卖迄落米粉炒，顺沙咸猪控到家。大囝伫铁路部伫食头路，修理火车面乌乌，了后先伫咧机关库，专门伫咧顾火炉。细汉的电台伫食头路，伫讲咱爱听迄落俱乐部，咸茶沏茶卖香炉，专门伫咧卖年糕。后生上济是阮姐公，伊伫内山做番王，大姐啊伫咧卖水鸡，二姐啊伫咧捡田螺，三姐啊伫咧做土水，四姐啊会晓看风水，五姐啊伫咧分家龟，六姐啊专门伫养肥。七姐啊，伫咧顾梦啊婆，
八只啊伫底卖面线糊，九只啊伫底卖酸醋，迄万只啊欠钱得走路。大哥伫底卖满钱，二哥五金在拍锁匙，三哥十岁在卖白米，四哥掠零分大米，五哥因厝在卖电视，六哥市场在卖咸鱼，七哥初勇在做牛理，八哥因厝伫车路士。九哥伫底卖鸡卷，也十哥伫底卖颺汤，11个伫卖卤肉饭，万哥伫底钓高笋。上届有钱是阮阿伯，二时开店赤皮鞋，暗时啊伫底掠水鸡，啊嘛有伫做淡水梨。婆啊，因厝伫卖碗糕粿，因大囝伫酒店分鼓吹，二囝伫做番仔火，啊上世出名是七仔溪，世界事业万百款，安分守己头一层，唔通一山看迄山悬，拍拼行行出状元，行行出状元。本地是社会上流行一句话讲“行行出状元”。竟然有人食饱才赢，将遮侪头路、遮侪行业拢甲倒落去，更做伙写做一条歌，民谣歌王的代表作。咱今来欢迎老福州小刘老师，欢迎。嘿，国珍好，谢谢你啊，你给我补讲哈。没有错，这条行出状元吼，会使讲我摕伫手内吼，写一条歌差不多用3-4个月的时间啦。才将这个行业集合，集合甲差不多，再慢慢这个谱曲。其实有词了后，就是有音嘛，词内底本来就有音的，所以要谱曲更较简单。你是毋是头壳来吼？定定咧想讲，社会近来咧流行啥物话，我要甲变做一条歌。像讲一年换24个头家，迄嘛本来人咧讲的流行话呢。对。一年换24个头家，等下食尾个夫妇。对啊。你含苗俊林老师真正去甲斗10外钟头咯。对啊对啊，安尼才有够啊！无24个头家，我唱一半，对无？你若无相当的一半，安尼就无够24个头家。但是较特殊的行业咱每日生活较会去帮到的，我就甲提出来写，甲当作真笑话来甲消化掉，人听到佫会爱笑，佫每一个人拢的生活拢会去当着，拢每一个人都有经过，所以大家听起来较亲切。写一条歌拢安尼2-3个月。安尼产量足慢的呢？唔是啦，因为这条歌的内容太济，你要讲像讲行出状元，我内面唱40-50个人，大鼓大节、外马外公来讲，写遐尼济人所以需要真长的时间。即马这个时代听这条歌唔若讲怀念较早已经消失真济行业，个学会晓囡仔真济袂晓讲台语，又会晓称呼，称呼亲情。对啦，较早无这个作用啦，但即马有啊啦。对啦，听的你就知影讲我的亲情大约有偌济啦。你安尼谈台顶，啥物都唔惊，竟然我听向我姐讲你心内会惊鬼哦。惊迄个。日记跟我说巫女，都是细汉看真济迄个无清气的物件，伊迄个时阵，人口较稀微佫囡仔时阵，自囡仔我就足无当，比如讲我要去上课，经过路边，樟树啊，透早钓一个人伫是讲伫淡水河，因为我住中和嘛，伫即个华中桥附近阮食杂货啊，就伫遐收来收去啊，收的
兑换就是加拉，就是放假。吼，啊收来收去吼，长期伫水边大汉的囡仔，啊，就看到，譬如讲，有迄个想袂开的啦，吼，啊，蒲的、甜的、查甫、查某，哦，迄个我拢有看过。啊，所以你迄个看过了后，拢掉咧头壳内底。啊，出社会了后，迄拢洗袂北袂离啦，洗袂清。啊，所以产生我足无胆。吼，啊，甲你看看啊，惊，吼，啊惊啊，佫爱看，所以就好事上。毋过，这个好事上，原来造成讲老师对社会真侪代志较敢讲，自来一直到这当中不平的代志，别人会吞论，有当作你会出来争取对无？我个人较坦白啦，吼，啊对的代志吼，确实对的代志，咱就莫揪，爱讲对的代志，嘿，这是可能甲个性有关啦。一般演艺界人较袂安尼呢，有个人感觉讲啊，刷去吞论一个就过啊，不过你敢争取？讲吞论哦，我吞论也较济。有影？嘿，我的吞论的代志足济来，我毋捌讲互你听尔。真侪可能拢甲你所写的歌，人甲你摕去用，也是你做唱片，人尾也甲你无清楚，种种即个过程加减拢有。安东古买菜，哦，因为即间公司啊，要请我去的时，哦，迄个初伊嘛是算新创业啦，哦，伊毋捌做过，我讲安尼无要紧，我甲你提一个意思，哦，啊，但是超过偌济地，你爱互我抽。一地抽偌济，约签好，拢总讲好啊。哦，啊，结果片啊出来，工厂做袂起，哦，啊，差不多啊，登记落来，无算，啊，无清楚。所以我伫迄间公司差不多2、3地了后，我就离开啊。啊，我就感觉无老实，哦，我个人较调直。一考我就考，未考我就走。不过迄个时阵吼，老师嘛因为即个摄像机开始轰动，开始人叫会出一个民谣歌哦。因为迄个时阵台语片真风行，迄个时阵叫做经济当咧发展，哦啊台语片台湾是拍袂完啦。啊我唱真侪即个电影幕后的歌，比如讲《南望红红桥》。无夜的灯塔，哦，我唱足侪啦，古装、西装，哦，迄个华语、台语，我拢总有唱。老师，毋过我所知影吼，你伫幕后咧大唱电影的时阵，咱亲像啊，佫无讲安尼世界巡回表演对无？少，迄个时阵啊，会使讲无歌听，了后差不多台语片较叫做较无好的时阵。歌听才出来，电视嘛初才有尔。我曾经有这个记录吼，过年暝饭食就食煞，6、7点啊就开车，就落南部，啊去做秀，做到转来台北10月份啦，10月份，迄个时阵台湾唱袂完啦，到处拢有这个歌厅啊西餐厅，迄个档期哦排甲满满。10月份起来台北，转来台北啊，嗰是骗人讲啊，我下礼拜咧台北唱，其实骗人，转来休一个，啊无规年拢无再条转来厝。安尼无会念呢？嘛无法度吼，伊个顾囡仔，对无？啊囡仔爱读册啊，哦，所以真侪代志，即个伫迄个时阵的环境，迄个时阵，哦，到迄个时也迄个期嘛。大唱才一块唱片。大唱才一块电影，是毋是讲社会啊个爱看电影的人，才溜溜啊知影咱老福州的名，普遍敢若出唱片的机会啊个有限对无？我是退伍了后啊，我就入电台的基本歌星，迄个时阵唱片还未，吼，啊了慢慢磨练，哦啊电影幕后唱真济，我唱几百部以上，敢若一个小肉粽。我就唱几落版，有台语版，也有华语版，也有国内版，也有国外版。迄个时阵吼，伫台北市内租一间套房，租一间小型的厝，
200块，吼。啊，但是我唱一条无后的歌，差不多100块。一个月唱2、3条，都基本开销拢有啊咧。啊，所以迄个时阵钱真少，但是钱大，圆佫好用。啊，人吼，甲你联络的时阵讲来哦来哦，福州啊，我有新电影。伊是开始原来招你去研究讲，这剧本安尼行，所以内底歌安尼唱，还是讲无，都来就爱现结。初吼，迄个我迄阵阵还佫住中国，吼，电话无普遍，吼，全台北市电话3个号码尔，吼，这电影你就知，电影你录音啦，吼，你配角定都半暝啊。电话来，赶紧落电话出来，佫无电话，吼，啊，阮对面一个阿婶吼，人足好，哎呦，我有电话，拜托你甲我叫一个。福州啊，电话哦，嘿吼，半暝半就对。嘿啊，哦，啊，就去，哦，有迄个准备好，咱咧录唱片吼，是歌准备好，吼，准备好，啊，咱准备讲啊，这摕到歌，一礼拜后要唱，2礼拜后要唱，不定，哦，啊，尤其是家己写的歌，哦，就是慢慢啊摸，慢慢啊摕，准备甲差不多啊，哎，再上编曲，啊，再录。哦，啊！你电影的歌都无共，电影的歌有一段时间吼，是去到录音室，吼，再看作曲，再咧写，作词又搁咧写，啊！伊摕来就是现看谱，啊现伫遐甲书套1摆2摆，都录啊！啊，尤其是半暝啊，所以迄个时阵，我嘛录了真欢喜啊！安怎讲呢？有钱通赚。啊，佫有歌通唱，吼，啊，佫一个电影内面的主题曲，吼，幕后主唱，吼，嘛是感觉做得很高兴。遮侪人甲你叫，甲你邀请，这敢是因为讲去到遐现看谱现唱，会当成功1、2摆就 OK 的人，无几个。全台湾算会出来，有才调谱摕落，看看，若对套落1摆2摆会行。都是录啊，录讲哦，尤其是迄个时阵，的乐师啊，拢比阮较侪岁，会当讲拢是差不多伫即个初功夫哦，迄个交响乐团，即摆人伫个拢100外岁啊，因迄个时阵都50-60岁，40-50岁以上，哦，啊有诶带目镜，有诶带甲2眼，对，啊人咧学啦，咧分啦，算真食力啦。你若加录2摆啊吼，迄目镜吐咧，啊，佫学才来啦。啊，你遐交钱，曾经有人一首歌录6点钟录袂好势。什么人？袂使讲。管袂行咧，管袂行咧。袂使讲，吼，甲迄个搭就起咯，就是无法度通啊消化这个剧，啊，第二录到尾啊面前顺，规身躯袂出。吼，啊，录袂好势，这个情形是真济。吼，啊，留到面啊前顺是足济。吼，啊有诶无法度啊，过阵间，我做啊来哦，哦，啊我去，我讲2下啊就甲砍肉。老师，到底这个功夫吼，对倒位学来？我先听你唱歌，老福州民谣歌王咧唱用感情的歌，佫较打动人。这恁老师的作品。风舞夜曲，简单的再来开讲。你定会照在老汤酸风转入房，房中多一人。真解心意，只有地味香。银钱雨水凄惨惨，情甲阮苦痛。风雨又无停，心情又波动。往日所有的希望。现在，伊不愿来放松，
不愿变成那迷茫。想起昔日年轻时代，世事阮不知，只知义务甲情爱，过着顶塌塌。人生的苦海，并无希望爽爽快快快乐度生涯，只有求美愿热情永存在，可比阳春百花开，无义运命歹，怨叹谁人知？平生寂寞暗悲哀。冬天暝长夜半沉情，风雨又无停。想着压杂的世情，受尽千万般艰难的苦境，并无希望永永远远快乐甲永，只有求美愿光明的坚定，哪知是面起风涌。加添阮心阮，谁人来做成？空度万灵的人生。考照老师的艺，真正放互刘福祖老师。老师，洪武也摕这个歌吼，那你无唱，我哪足罕咧听咧？无人唱，敢若有一摆吼，洪贝贝啊，因老母足爱唱歌，因老母年纪又比阮较济，伊少年的时阵都捌听到这首歌，洪武也曲。有一摆吼，伊想去唱到这条歌。歌谱佫找无，就爱敲电话来问我是问你的哦。嘿，伊讲做，嘿，这条歌吼是安尼唱哦，这条歌是送去，要倒去找谱安尼。我听着讲，这首都阮先的歌，我资料提互你，提互伊，约好尔，XO 麻油鸡开咧等。除了考就先的有唱尔，是伊的学生有唱，这学生有诶无出来做职业啊，有诶学会唱的，都是沉喺海底落去。这首歌等于沉落去啊，就前几年诶考就后生啊，调琴考调琴，伊真才情去美国，读到博士电机，对因老爸真尊重，真尊敬，会感觉因老爸得到无声去，真才情转来安尼拍拼，甲台南有就考州音乐馆，佫台北音乐中心嘛有伊一个资料馆。老师，咱来回想讲，当时做囡仔时代，你是安怎甲考照老师互相结缘？当时我16、17岁啊，16、17岁啊，就爱唱歌。当时啊，唱歌的抑佫无行业啦，嘛唔知影有做歌星啊。因为台北市内底有迄个民本电台、花声电台、中华电台，拢有迄个拜六礼拜有举办迄个大家唱，就是迄个厂商。要广告伊的产品，
真简单的乐队，譬如讲一个 violin， 吼，啊一个鼓，啊是一台 piano， 吼，啊就互大家来报名来唱，啊广告伊的产品，安尼。啊，即样广告产品一般的电台，你若拢总明唱，吼，伊嘛无可能互你唱较煞。啊，若唱了顺，伊就互你规首唱完。吼，啊，若无好听就，互开始当当当，吼，啊，就唱，哇，真歹听袂听，当当当，吼，产品，吼，什么水，吼，汽水2罐，吼，还是3文2茶，吼，差不多是安尼。吼，伫迄个时阵培养。有通啊唱歌，啊我就去，吼，啊因为我自细汉吼，就真爱唱歌，啊爱唱真兴趣，吼，我听到电台歌会当伫遐唱，吼，啊我就去吹啊，就去，啊去迄个时阵，民本电台伫武昌街底，啊中华伫合作3联播，啊华声伫这树林，吼，迄个时阵就是倒位欢喜伫倒位有唱歌，我就去，哦，这是兴趣、热心、喜爱，哦，啊嘛唔知影讲了后会变职业，啊所以一世人拢会唱歌。唱歌唱讲行行出状元，结果你家己干那做一道，拢无变过，有无？了后1年外24个头家，我家己有经验嘛。因为吼，咱也无读什么册，哦，啊，迄个时阵的环境哦，迄个。全台湾吼，大部分环境拢无好，吼啊，无多通去升学，啊，才去做3工，遐做5工，遐1个月、遐半个月拢做袂掉，吼啊，做袂掉就转来，吼啊，是大人看咱转来就欢喜，啊欢喜1工、2工、3工，啊就袂去啊，吼啊，所以年头甲年尾吼，换24个头家转来食买艺还佫富富。啊是去电台了，才蒙对考笑老师遐去感受。嘿，电台。都有一寡爱唱歌的朋友，吼啊爱唱歌，啊就自然都有迄个消息，都听到讲，哎，考就先呢要招生，吼啊准备要台湾全省要去公演民谣发表会，吼啊我听到这个消息，我就去报名。啊，迄个时阵吼也无固定职业，啊嘛无啥物收入，头1个月有够尔。敢若第3个月都无啊？无啊，伊嘛互你学。系啊，有准备要录唱片，摄像机、卜挂条、丢筒啊，牛犁啊歌，吼，头一片是合集，吼合集真济人，啊男生是干那我尔。迄个时阵吼，当然我伫外口我那有唱一寡歌吼，啊我那普遍啊，拢我那小可知影即个唱歌的过程，啊，所以我去了后，互伊试我的声，啊，甲我唱出来，伊会感觉可能接近伊要求的，啊，所以甲伊的歌，佫提出来学的、套的，啊，伊希望要什么味，吼，啊，就安尼加咧，吼，啊了后就发表会煞。啊，就录唱片。发表会巡回几站，辛苦的过程袂少，对无？北中南嘛，3场尔。本来是要演较济，但是经营无好，因为音乐人袂晓广告。哦，啊，迄个时阵的广告的管道嘛是塌啊，袂通啊，啊嘛唔知影要安怎去广告，所以票房啊无达到理想。哦，啊！伫台中演出了后，去到台南，哦，啊，台南都是苦饼顶先生啊，思想起了后的歌词是伊听的，吼，丢筒啊6月末年，牛犁啊歌拢是伊写的。哦，啊，迄个时阵苦饼顶先生伊就伫叫做银行界，吼，会头人的经理啊，所以伊的经济真好，吼。啊，柯秀先生去演唱到遐。变做真歹，或者转势啦，钱的方面真歹转势。吼，啊，佫一群人安尼落去哦，几多10个，刚来到对到15外个，迄人拢用高雄乐团的迄个乐师先的，
啊，甲阮这囡仔学生，大细汉安尼10外外个，出门的开销真大，啊，收入佫无够理想，啊，所以苦拼顶先生啊，迄个时阵，伊嘛知影即个情形，伊就跳出来赞助苦救生的，不但甲解决现场的问题，佫带阮去游即个运河，一阵啊去游运河，佫请阮食饭，所以迄个印象我足深。到即摆为止，我嘛是抑佫真感恩。啊，你看着讲家己的先的吼，行音乐界行了遮辛苦，你无着惊，你无想讲啊，连工我归去吼，打厂卖菜来做白条头咯。无啦，无去惊着啦，遐都坎你的，啊坎来，本来即个演出煞佫去演到高雄，啊，倒来台北了后，因为有菲律宾、有新加坡要邀请，阮规团拢去演出，啊奈何啊，我的编期到啊，迄个时阵规定啊，16岁以上无做过兵就袂使出国，啊，我迄阵18岁啊，18、19岁啊，啊，即个演出煞了后，啊要出去，我一个人挡掉的，啊，所以即个团全不了了之，全散去，啊，所以真拍算。你家己伫我量咧出，嘛是搁甲思乡机重新搁编出来唱。迄个时阵间隔差不多10年以上，我感觉即个歌真好，啊，佫有变化，我所以才佫编出来唱。啊，一面思乡机啊，另外一面就是安东歌买菜。先来听老师唱这条安东歌买菜，等下听你讲。呛去，上街到菜市啊，菜若叮当响。迄红冬歌路，我双脚行入到菜市，开嘴叫一声头家啊！迄目睭插插拧，东边看过来，西边看过去，举一目，哎呦看一见，迄落肥猪肉。肥子子，瘦的红起去，我安当开嘴就问起，讲一路一日是要偌济钱？迄太弟兄就因伊肥的一斤5角2，瘦的搁一斤是要6块4哦。迄安当歌路。实在有煞拍，搁顺煞买礼肉，也要转来去煮三肉，钱甲伊用互伊打，顺煞买猪骹，买鸡骹又搁买鸭骹，迄红冬歌路，迄水鸡鲜鱼比，逐项搁嘛介意，又搁赶袂去。煞甲到迄个颔棍啊，搁叮当响，东边拢过来，西边搁拢过去哦。迄红冬歌路，我安当买菜真正牛，味素是要转来要掺汤头，迄罐头酒也5加皮，麦仔酒是要食热天，我着赶紧买排排，搁转来去。安东歌路，过去人咧争论，讲安东歌买菜，这民谣啦。啊，毋过我有跳出来作证，我有甲你说明，讲安东歌较早一人唱一版，啊，若即曲形体包含歌词，这你含叶祖林老师家己捏出来。你那有版权对吧？对，有版权吼，因为这款的曲态啊是属10连仔调啦，10连仔调本来就有这款的物件，就是因为啊，我会感讲，这款的歌来甲当作流行曲，甲录单地一段的唱片，应当会袂歹。啊，迄个时阵我就是
录这个电影的幕后歌录真济，甲叶俊仁先生啊，每日都敢若西公啊身杯啦，都、就是约咯吼。啊，热天尤其热天，啊要去倒位坐，要坐去倒位。哇，全台北市足济哦，尤其是迄个西门町，哦，内底足济咖啡厅，哦，啊入去坐咯，坐几工也无人管啊，哦，我著甲伊约咯，就伫遐坐咯，啊，伊写电影的歌，啊，我也是唱片的歌，哦，啊，互相接来接去，啊，电影的歌，伊要比如讲要两首歌、3首歌，哦，啊，即个气氛伊甲我讲。哦，啊，我就去找音乐。迄个时阵啊，台语的电影上升本啊，都是摕日本原版的音乐，吼，啊再倒歌词落去，安尼嘛会当做内面的插曲。啊，若较大间的公司，就是要求作曲者来写新的歌、新的歌词，所以每一间公司。即个费用开销拢无共，啊，我等甲叶俊仁先生就逐日拢安尼，哦，啊无我就有也久我就录底唱片啊，啊，甲伊上有接触的时阵啊，我常常想到，这条歌叶老师你甲写安东哥买菜，这具体是你看歌戏学到还是？嘿，我听歌戏的，哦。安东哥咧有主意，枪枪行咧，枪枪去，几句啊尔？后壁个人唱的拢无共啊，拢无共啊，拢无家己发展啊吼。啊，伊即个歌词啊无偌久，哇，阵先咧就歌词摕来啊，我就开始刻甲谱咯，谱甲好势的时阵，我差不多也记起来。哦，啊有一工迄个时阵，我就已经职业歌手啊，但是。出场的机会较少，啊有一摆台南嘛歌唱比赛，一个主持人做冠军吼，伊办歌唱比赛，啊请我去做评审，吼，啊我这条歌就早身躯的，有当时啊想到爱补、爱改、爱修，你写物件吼，安尼则袂脱离啦，啊我写到差不多的时阵，嘛差不多记起来。因为这条歌在手中1个月啊嘛，吼，啊是一句慢慢啊贴到好来，啊我去做评审，啊变讲啊大家拢唱煞，啊要评分上第1名、第2名、第3名，这个时间内啊，刘先生拜托伊吼，啊这时间内空洞啊，伫台顶袂使无节目啊，观众多坐去看嘛无意思啊，吼，拜托我。唱一首，我就这条歌就摕来，摕现场摕来，我就唱咧。他一句唱落了，迄所有的观众全起来啦。安东哥啊路啊，一时有喜剧嘛，大家拢起来。啊，是饱满的场面啊，啊起来，我安尼变安尼。迄个时阵，我就直接的感觉讲，对啊。我相信讲你下精神、下心情的时阵，别人唔知啦。亲像你讲到这个行业用2-3个月，食酒吼，迄食酒的人的样相，相信你原来想足久。啊，跋筊的人，敢若讲听你迄条歌吼，袂晓跋，听甲会晓跋，有足侪侥幸嘛，起码你去听对无？对啊，啊我嘛是有迄个经验嘛，自细汉吼，厝边啦吼，迄个欧巴桑啦吼，跋杂婆啊啦。叫18啊啦，吼，有诶无诶吼，拢有加减有看，吼，啊都迄个有一个真下诶时间吼，我就甲写好，啊就甲录。啊，那会家己会晓去斗讲跋杂乌，啊就加伙烂糊糊，啊毋通跋巴尺，啊输缴欠钱去走红玉，哎，迄就押韵啦，押韵啦，吼，押韵啊真顺手甲唱出来，啊佫真好听。啊！你无押韵的物件，我写袂出来。啊，所以咱来回想一下，就是当时你新开始吼，是和猪大的、猪哥俩啊，伫倒位互相熟悉。熟悉其实吼，阮伫那宝州的时阵吼，伫金日那宝州，伊就定来看阮的节目。吼，因为伊是新剧团队，新剧队，吼，啊！伫新剧团
伊内底要拍到知名都市无可能。啊，所以伊有舞台的经验，舞台的美感，伊的外号做迄个西光达啦，西光达。我那真有天分我那定安尼真热安尼伫剧团内底有甲人揽一站了后歌厅开始，伊嘛定定来偷听，了后伊讲咧来看节目，看。甲有一个机会伊知影迄个时阵伊入拿宝酒。甲考虑了迄个时阵，考虑了本来是即个演魔术、变魔术。做特技，比如讲，喙夹一个物件，分鸟仔声，鸟仔叫，鸟仔笑，做口技啦，因两个一对活宝入去拿宝酒，哇，拿宝酒规个人一个，两个拢是人才，拢是难得的人才，所以因真紧就浮起来，初入面嘛是真艰苦，嘛是摕薪水尔，你免偌久来，天分正经好的拔袂掉啦，一段时间来，因都各自发挥了非常的好。敢是恁互相熟悉了？你听讲伊叫做西光达才会甲伊研究迄出。看线条我就录伫唱片伫唱片哇，嘛是销路真好我就看。我即马看伊来谈两句若等到长青来谈两句等到向我来谈两句啥谈两句，谈来谈去，都形成一条内容真饱的一首歌。这条看门歌我伫台湾写20年，到即马为止去到倒位唱，人还佫会点这条歌。有真侪民间流传的俗语话，拢敢若你有保留，所以我要先听老师来唱。到即马搁咧创作新作品，到即马搁咧为台湾的土地写歌。一条写台中县的歌，嘛敢若你才有才条写出来。我这块片我写全台湾省本来是要预算北中南3首东部台东花莲1首。结果一个写落到袂得啦，一关一首你都写袂完台中古早叫台屯。风源好做雨路屯，太平叫做鸟青头，龙井旧名叫家头，雾峰旧名阿达武，大家好做土角厝，石岗好做石坑山路山落。千仙城，台语好做旧牙家，保有王产命半地。台安路是海岸区，和平乡南是叫北新。丰原出碰柑，太平灵应官。和平出甘气，龙井出番薯。雾峰有蜂蜜，大甲出名乌。搁较出名是马祖，沙鹿有甘蔗，大肚出西瓜。石岗柳上菇，大眼出艺人。大安猪肉品，五车好小食。外埔年祭品，清水出韭菜。当时总统来，摊主出竹笋，乌日有海芋，新社有葡萄，大理土豆糖，新港出奶子，后里葡萄酒，后里乐器出名全世界。
这也无聊干五车，我报原名非也要加，清水叫做牛码头，东石了脚叫江寮，潭子旧名潭马墘，乌日顺地的好后日。新社中兴岭山顶下，后你来布顿那卡，待你好做待你去，新空新港叫大社，台中的气候最温和，民风有实好佚佗，台中的中华民生上道，中华的山群世间无。较早咧做相吼，南北二路安尼直咧说。你讲对旧年开始唱到讲今年的10月才有法度转来台北。啊，一般的人吼，安尼吼。就上界好过啊，逐工收现金啊。不过我有发觉讲，你拢还阁伫咧写新歌出新唱片。虽然我伫台顶台骹落来迎落来，都是伫想主题啊，因为陆续拢有咧出唱片啊。吼，啊，我的歌较怪吼，一般人写的物件我较袂下，敢若有啦，有几首啊，像讲《牵线雕》啦，吼，啊，即个李金秀的即个。大东人啦，吼，有部分吼会下，较精彩、较特殊的，我算较明了开的、较土开我会下。啊，若要正经有理想的新的想法，要新的 idea， 嘛是爱家己去想。啊，人一句话，拢互你变一条歌。啊，有诶吼，人好好话啦，互你变落吼，拢安尼歪去啦。本来人咧讲啦。第一讲食粉分芳，第二讲弄球相当，啊第三讲差不多讲到这尔啦。带查某囡仔先东风，啊，后壁拢差不多无安尼，但是你甲变做10讲啦。哎呦，啊这条歌本来吼要交予林文良去写，吼啊林文良就是头前遮的，甲遐就7条，伊都无啊，吼啊就无提醒我，无法度。一条歌我无法度，啊，我就甲刷咧，唱到15分。哎呦，带查某囡仔先东风，哎呦朋友啊，你是第几讲的？迄拢我接落啦。我弄球小当，敢安尼刷足歹拍算啊！我用女声，浪啊浪啊，蹦啊蹦，啊起起哭哭电空空，嘿，第三讲是跋筊去搅讲。哎呦，朋友啊，你是第几讲的？吼，安尼接落吼，啊，佮掺女声落，吼，啊，佮连这大家乐啦，啊，开支票啦，吼，都是每一件代志拢会经过，啊，所以我较参落哦，啊，迄期哦，这首歌得了金鼎奖，金鼎演唱奖。这条歌虽然得奖吼，但是你了去的迄，开去的迄，我合作啊上届讲，兰花正甲，那半天空，了去迄条，山骹一直浪，应该得奖补袂转来。啊，补袂转，一世人拢补袂转。所以吼，一个人真了紧，行唔对路，小可四角差，吼，都有可能将你一生的拍拼拢总毁掉。所以人咧踏的步吼，足要紧。热兰花，人一般咧看嘛是好代志啊。对啊。总是毋是讲去开去播去啉去啉，毋是啊。啊对，啊输就是输，啊输咧倒，我就是我这人，我嘛想真济，但是迄个时阵抑阁无啊。啊了到半路的时阵，出来啥科技啊，输伫科技。因为人的头脑真好，高配件，吼，国真啊，吼，你只行的，搁找一个甲你足坏，
吼，花粉交配，科技发展，哇！一摆国精啊，5国精，一摆5000个、5万个拢有法度。啊，物以稀为贵啊！安尼吼，一日就甲我做掉。人迄落去到中国大陆，发挥甲讲会当带查某囡仔，会当建立新的家庭，这你也咧讲嫌？不啦，社会现象啊！啊，迄个时阵真流行啊！哦，迄个时阵初开通的时阵吼，查甫人气温调调的啊，两花三地，两花两个鸡啊，艰苦的，嘛干那你会写即个歌劝世，劝人讲安尼真艰苦，担头加真重。啊对。另外一条路线就是讲，正民间咧流传，迄个上界传统，干那嘴咧念迄个念谣，迄个道具的，嘛干那你有才调加编做歌。因为咱较早少岁时吼，咱听咱阿嬷、老母是大人隔壁乌巴桑伫台街，一定爱念啊，若无念都记袂落去啊。啊，尤其是有诶家己饲诶，抑较毋敢记，对无？啊，倒举着错，啊，要抬袂落，家己饲诶有感情。啊，但是要安怎？8月15啊，过年啊，5日节啊，无记到，厝内人无通孝歌啊。国不忠啊，就甲超生一人，吼，倒举起来，做鸡做畜个颔棍就甲拗落，暗落撮，做鸡做畜无聊时，赶紧去出世，富家人惊人，啊，才记，吼，啊是讲囡仔时阵，咱安尼拍走，啊，较早无迄落担仔架路啦，拢石头啊路，啊土粉足济，啊伫遐佚佗，哇，目睭用着刷，要安怎？哦，啊，就迄落较济岁哦，伊会念咧迄句，迄敢若酒，念酒的酒，吼，目睭用着刷，互我分着花，目睭讲目睭薄，分咧刷着无，噗，分一个，啊，真有影刷分一个，分无去。目睭用着刷，互我分着花。目睭讲目睭薄，分的刷着无，分的刷着无。啊，这种是咱祖先啊、祖公啊，迄留落来声吼，迄从咧无去。啊，所以我这甲斗，迄甲 QQ 的吼，哦，资料真济，加200首出来。迄小肉粽本来人拢拖长音，你着安尼短一句结束啊，因为你共讲唱伤长会像金发啊安尼。我唔敢。啊，老师，我特别请教你，这种的个性，讲一寡互咱这平平较有回老大人做参考，讲什么款有法度保持这种心情，亲像你安尼，值得学习呢？唔敢当啦吼，我有一个甲别人较无共款的，就是我乐观。啊，我嘛会烦恼呢，烦恼，这烦恼一个，啊，活一个头袂记，吼，啊，袂记每日咱看到的人，啊，看到的朋友，吼，心肝会欢喜，吼，啊，自然我就会讲笑话，我就爱安尼，吼，啊，留热，吼，啊，有朋友上要紧，我嘛期待乐观的老福助老师不时拢甲阮继续发表新的作品。老师开讲来到这，我邀请你伫心所爱的歌镜头头前，印落亲像世界电影明星同款，互阮流乱的手印，好不好？哦，骹无甲手印尔啦。无啦，毋是要甲你摕去借钱啦。来，哦，热哦，来，嘿。真正的体会讲，人兴趣行一路，无论倒一条，拢会当行出状元。对咱今日时势，心头放我较轻咧。学习老福助老师的乐观开朗，继续人生过得快乐。心所爱歌下回，咱搁转来开讲，感谢你，老师多谢。